兄弟平安，请还未开始进前，用安静的心，伫主的面前先祈祷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请准备心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予阮有一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重担放伫你的面前。我相信你会为阮排比。阮感谢你，你的怜悯、慈爱，甲我相同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予我伫你的面前会晓来学乐敬拜你。感谢你的恩典，搁一摆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的引带。阮愿意顺服伫你的旨意内底，真做你所欢喜的器具，做荣耀你的人。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要做伙用信仰个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学乐咱的主上帝。相时，咱也要享受伊所享受的平安。无论你拄着啥境遇，是伤心、目屎咱互水滴，还是乌云阻碍你的路，烦恼伫你的门口排队咧等你。主耶稣安尼讲：我的担是轻，就陪你的担来对我，我要互你得安息。一日艰苦，一日高雅，烦恼在门外排队，烦恼在门外排队。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空乏人在窗边徘徊。年少我热切追寻，年少我热切追寻，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年老我回忆人生的光荣，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眼向你，看见你怜悯我
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尚未醒来，我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人在窗边排队。年少，我热切追寻，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年老，我会一生的光荣，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念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不知偌济人是不是像诗歌内底所讲的，你还未困醒，你就咧烦恼今仔日个三顿要为对来，你是不是伫暗暝要休困的时，搁伫遐想，困扰着你，所有的烦恼拢在对你。甚至咱一生伫青年的时阵，拢希望咱会使展翅高飞。头毛白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想到？这个代志，伫主耶稣来看，拢是平常。会记你活动来归恩咱的主耶稣，感谢伊，甲咱三同行，甲咱同在。当你安尼唱的时阵，也来想，主伫你的恩典，伫你身躯顶的恩典是偌济。搁一摆，咱来吟这首歌。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人在窗边徘徊。年少，我热切追寻，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年老，我会一生的光荣，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念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念想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你赦免我的罪。主耶
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要谢谢你，更要回转面向你。感谢你用慈悲、怜悯、仁爱与我同在。感谢你用慈悲、怜悯、仁爱与我同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永远顺服，遵守你旨意来行。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当你的烦恼拢交予主耶稣的时阵，烦恼无伫你的门的外口来排队等你。耶稣要成做你的朋友，要甲你安慰，互你自由。咱就笑眯眯来迎接伊的赏赐。咱的重担，主耶稣会替咱来排比。头前的路，咱的救主也会的确来带路。咱就笑眯眯。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排比，主把讲囡仔。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靠带路。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排比，主啊讲囡仔，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兄姐，麻烦你站起来，找三个人甲伊讲，有主稳定，咱就笑眯眯。有主的稳定，咱就。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排比，主把讲囡仔，相信的人。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主捌讲，主捌讲囡仔，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救主的脚带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咱的救主的脚带咱的路，徛地兄弟，请坐。来到主的面前，咱来学习尊坛顺服的功课。在这个时阵，要用这首歌来敬拜伊，全心全意敬拜你。
全心全意敬拜您。咱要唱有华语，用华语来唱。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由你而来，将节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节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节年日为你所定，创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跟主说，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遵行你旨意。再一次跟我们的神说，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你是阿拉法、欧米伽。你是阿拉法、欧米伽，承受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你是阿拉法、欧米伽。你是阿拉法、欧米伽，承受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
大声宣告，跟我们的神说：我要荣耀你，我这位要敬拜你，我这位要遵行你旨意。你是阿拉法，你是阿法欧贝嘎，承受你名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再一次跟神说：我来为要束缚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我这为要敬拜你，我这为要遵行你旨意，全心全意敬拜你，全心全意敬拜你。感谢一日担当阮重大的主上帝，你是应该受恶乐、受赞美的。你的恩惠也是为困苦人有庇的。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光照伫阮黑暗的角落，帮助阮行伫你的光明中，帮助阮搁较信靠你。因为你伫最最大的代志顶悬有证明，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福气，阮信靠你，阮的福气也是安尼。主啊，阮会听你，搁听你较深，感谢你，让我信靠你。求你的信心保守今仔日牧师所讲的话，成做阮的帮站，互听的、讲的，拢得到造就。荣光你的性命，利益伫人，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上，亲像伫天里。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下面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咱大家会当星期日，星期日请咱大家摕咱周报摕咱的周报伫咱的周报内底有公道的事项，请咱大家来看，做伙来为着教会，为着咱的同工。甲咱的青少年、小朋友，甲教会的济需要来祈祷，咱做伙。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求你来帮助阮，求你帮助阮的教会，阮更较有信心，更较有勇气来服侍，为着咱的信徒。咱的兄弟姊妹，咱的济服侍的同工，甲咱的青少年，以及咱教会济的贷款的部分，以及咱一寡软者较需要的咱的兄弟姊妹，以及咱济好朋友，济新的来到教会的朋友。为着因来祈祷，嘛为着济受害、灾害、受风灾、受地震、受济困难的兄弟姊妹，以及咱所知影的人，咱做伙为因来祈祷，以及济伫辛苦病痛
坐坐伫软正，需要信心，需要勇气，需要开力的主啊，嘛，互阮伫你的面前，伫教会做伙为因来祈祷，接着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同心，做伙祈祷，会当显出上帝大大的疼痛，大大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主啊，帮助阮，哦，主耶稣，感谢阮。真系主，阮感谢你，求你来帮助大桥教会，济兄弟姊妹，伫过去济年纪，济服侍的人，因的辛苦，因的努力，求你纪念，嘛求你来帮助教会济需要，济欠缺，济一寡事工的进行。主啊，互阮更较有信心，更较有勇气，更较有较侪个人做伙起来服侍，做伙起来为着教会的一寡大大细项做伙来祈祷服侍，嘛互大家教会请做一个搬过灾厄、困难、隔离的教会，互大家教会请做用听来起造的教会，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阿免。做伙来吟。转念的体美，仰望你的爱诉哈利里明将的大家请坐。这是咱要来念启应文第62篇。我来启，大家来吟。既然恁的基督连结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着个人毋通有干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随拢传因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阿门。这是咱要来邀请圣乐队来献诗。
下面咱要来看消息报告，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拍开周报，咱来看吼。第一点，本主日为着新德圣经书院奉献主日，感谢张立夫牧师前来本会证道请安报告，请继续为着学院的事工经费，甲需要关心大道奉献。第二点，本会社区音乐班伫本礼拜拜六9月21号要开始来进行请兄弟姊妹来做伙甲参与东港甲学员为着东港学员来带导，恳求主来伫即个音乐事工的当中，互咱会当即个培育即个细囝吼，互咱即个小朋友伊伫细汉都有即个音乐的即个很好的这个品格，甲因的即个才艺吼，互因伫即个福音的内底有得到真好的祝福。第三点，10月13号要来举行第5摆的即个圣礼典，嘛请有备心带导。另外，伫12月7日要来举行洗礼吼，甲坚信礼转职的即个典礼吼，请兄弟姊妹做伙备办为有备心吼。若是要报名的兄弟姊妹，嘛会当甲咱吴牧师来报名。下面咱要来看圣经的经文吼，伫约翰福音书第8章31甲32节，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因若常常踮伫我的道理，就是真正我的学生。因要互明白真理，嘛真理要互恁自由。下面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2节。好。下面要请吴牧师来证道。好，圣经。咱读圣经，约翰福音8章31到36节。耶稣就对信伊的犹太人讲：因若常常踮伫我的道理，就是真正我的学生。恁要明白真理，也真理嘛要互恁得到自由。因伊讲。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来未捌做奴才，你哪会安尼讲？因要得到自由啊！耶稣应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若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才。奴才无用带伫厝内
囝就永远住伫。所以囝若是互因自由，因就真正自由。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恁若是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正是我的门徒。大家平安。我所要共读上帝的话，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们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感谢主，请牧师那位小朋友来祝福祷告。请年轻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来。咱做伙做礼拜中间嘛有遮个细囝做伙敬拜主慢慢长大，拢逐礼拜伫咱的目睭中安尼一直成长。那么仰望上帝的祝福，伫遮个细囝的中间，也互咱大家关心因的成长、学习、智慧特别敬畏上帝的心。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上帝使阮看顾，赏赐阮伫你的听的中间，你的恩惠满满，伫阮在座每一个人的身上，也伫遮个细囝的中间，我们看见因慢慢长大，日日伫上帝欢喜的中间得到成长。主你祝福因，保守因，也保守阮逐人三听的心，得到上帝的鼓励，愿阮领受主的祝福。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吼。大家平安。咱来看就无知影，今仔日是这个新德圣经学院的主日。嘛因为安尼，新德圣经学院吼，安尼有甲我联络。来，咱中间这个讲道请安，甲咱做伙做礼拜。新德圣经学院是咱教会中间有4间伫训练神学教育的所在，中间有3间伫训练传教者。新德圣经学院特别是要训练平信徒，所以新德圣经学院的存在，咱过去应该拢捌听过，咱嘛拢有捌。看到这受训练出来的平信徒伫教会做干事、做指挥、做真好的工，所以新德圣经学院嘛，互总会拜托咱逐个人关心这新学院也是学院的进步，所以有一个主日，就是亲像今仔日这个新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咱希望安尼伫这个。上帝国度中间，无论新学院、圣经学院，也拢得到大大的进步，来当做上帝欢喜的工。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上帝施阮看顾，赏赐阮安静阮的心，欢喜领受你话命的话，
你的话要做阮的气力，鼓励阮的生命得到进步。愿主是阮高守阮，基督靠耶稣性命。阿门。今仔日我要用这个题目叫做“真理，互人得到自由”来甲咱分享。但是我要讲起到有两个人的故事，不然咱中间有真济捌听过，啊有个人还真模糊吼。头一个人吼，就是伫主前400年左右，伊叫做苏格拉底，台湾话叫做苏格列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希腊人，伊生活伫雅典。啊，其实吼，咱若读册中间拢加减会读到伊的名，因为伊诚做西洋思想文化的咱亲像一个起头。对苏格列底，伊所想、伊所传的这个信息，后来西洋的文化都慢慢发展起来。伊伫主前400年左右，一个雅典的所在生活。其实吼，苏格列底吼，伊也无写册，无写册，所以伊无讲特别的一本册，互咱纪念讲啊，这苏格列底的册，咱来读。但是吼，伊的影响真大，伊用一世人做一个教育家，啊，伫雅典的所在。后来产生这个国家真大的改变甲进步，啊是安怎伊会产生这款改变？咱讲一个教育家，咱就是讲老师就是一个教育家嘛吼。老师伫教育学生的所在，大多数拢是伫一个学校内底。但是苏格拉底这个教育家吼，伊无教授，伊的教育的所在就是这个希腊。雅典这个城的街仔路顶头，街仔路呢，所以规个这个都市内底都是苏格拉底伫做工的所在。啊，伊安怎做工？伊就行路，啊，拄着一个人，就甲迄个人问啊，讲咱熟悉嘛，啊，请你甲我讲真理是啥物？真理是啥物？真侪人会甲伊回应，苏格拉底讲的话，就甲伊讲啊，真理就是正确的代志。若有人甲伊应一句话，苏格拉底就会趁这个机会，佮问，佮进一步的问题，讲你讲正确的代志，什么话叫做正确？什么话叫做正确？通过真理是啥物吼，就会引起足侪其他的无共款的这个讨论啦，吼。但是有真侪人，咱伫回答问题时，拢用传统，讲古早人安怎讲，古早人安怎讲。但是苏格拉底会甲人问讲古早人安尼讲，迄敢是真正正确的？古早人安尼讲，迄敢是真正正确的？问来问去大家人去想东想西，古早讲的代志敢正确的时阵慢慢就是会去想讲，无定会当阁想较济无共款的答案出来。苏格拉底做真济这方面的工作。甲真济固定传统袂晓想无共款的答案的这个人甲因训练，互因想较济。特别苏格拉底拄着少年人，伊特别注意，因为这是国家的未来啊。伊问少年人讲咱传统以来常常就是拢去拜拜嘛你想讲是安怎爱拜拜？是安怎爱拜拜？这个问题问落去真济这个无共款的答案会走出来。讲，阮阿公就拜拜啊，阮祖先就拜拜啊。苏格拉底讲，恁阿公、恁祖先拜拜，是安怎你爱拜拜？问来问去互这少年人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代志，会开始问讲，是安怎爱去拜拜？讲咱这个。雅典的神明啊，迄个时阵雅典的保护神叫做雅典娜，一个女神问来问去是安怎？咱这个都市的人爱拜雅典娜，别个都市的人就拜无共款神讲来讲去，有足侪互这个少年人开始产生新的思考，甲传统无共款的想法。
但是这个所叫内底即款的教育方法哦，却产生一个统治者真讨厌的问题。统治者真爱逐个人哦，莫问问题哦，啊，你着顺服，啊，照古早的传统来做代志。所有统治者哦，看到所有对即款教育方法哦，产生真侪人新的自由的思考。因着甲所叫内底叫来讲，安尼你妨害咱的传统的这教育，你嘛妨害咱对神明的崇拜，你嘛妨害，讲较落尾，实在讲起来就是妨害这统治阶层的统治啦。因就来伫迄个所叫迄个雅典吼，正人甲伊安尼做伙审判讲。咱逐个人看即个人吼，咱的即个都市公所，甲伊控告伊扰乱咱的社会，吼所以要甲定罪。一群人哦，陪审团拢总500个人，有498个人赞成甲伊定罪，多数，所以所叫来地方定罪，即个公所即个头的人。伫伊定罪了后，审判伊死刑啦。但是其实这人的想法是你讲，阮甲你审判死刑，就莫甲你严关咧，互你家己走安尼啦。所以因的想法是甲你审判死刑，互你家己走了后吼，阮的困难就无去啊嘛。伊就袂搁伫我的都市内底安尼讲，或者少年人安尼无照原来传统想代志的问题嘛，想要叫所有内底防判死刑逃走，这个办法哦，那说无通啦，袂通。所以内底安怎讲呢？讲我一世人为着真理做干净，我啥人去想真理是啥货？准讲我生命受威胁的时阵，我家己煞逃走，这毋是我的信念。所以伊吼欢喜为着伊的信念来逃走，伊的结果是安怎？所以互判死刑啊！到定期要甲判死刑的时，伊的定罪就是伊爱去啉有毒的酒，迄个酒互伊啉了，伊就无命去啊！伫即个过程中间，足侪人去甲伊苦劝啊，讲你倒安尼，我带你走啦，阮吼。想办法，互你安尼继续有命啦。咱中文讲吼，留得青山在，对无？然后保持性命，但是所有的你无走。伊真侪学生，过去我甲伊讨论过，学生伫边啊，看有一个人为着信念无拼，无顾惜家己的，为着信念无顾惜家己的性命的这个人，大家人非常钦佩。有一个学生叫做柏拉图，咱嘛知影讲，伫这个西洋历史的中间，这个人嘛真伟大。柏拉图记载伊的老师所叫入底，这个过程的中间，甲人讲的话，伊的这个真重要的，这个留落来的话哦。所以，咱对所叫入底这个人物，真侪拢是对柏拉图所留落来的册。一个人为着信念，无惜性命。这后来真做西洋文化历史的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互人追找真理，足侪压力互我的中间，我犹原爱去追找真理。所以内底故事，我感觉真有趣味。你若有趣味吼，去 Google 吼，迄落内底拢会去看到伊的故事。我要讲第二个人的故事，这写伫圣经。伫所有入去了后，差400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出来传道理，类似所有入去哦。伊拄着人，甲人安怎讲呢？讲恁捌听过古早有人安怎讲？用目睭背目睭，用喙齿背喙齿。马太福音第5章。恁古早人接受这款传统的想法。用目睭背目睭，用喙齿背喙齿。若是我甲恁讲，就听你的对答，为着因祈祷。
你若会晓听你的对敌，这个世界就无共款去啊！哦，用目睭背目睭，用喙齿背喙齿，培养出来就是啥？人用万策，产生万策；人用报复，产生报复。所以世间就是安尼，人甲人中间拼来拼去，抬来抬去。但是拄着耶稣讲，恁古早听这个故事，嘛是我甲恁讲，恁着听恁的对敌，为着伊祈祷。咱讲啊笑的，对敌就是咱来甲伊敲倒才对啊，他会去听咱的对敌哦。咱知影无？耶稣这个道理吼，那亲像笑的，但是耶稣这个道理后来产生非常大影响。耶稣拄着什么遭遇呢？共款，迄个时阵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统治者，犹太教的这个头人，看耶稣所讲的话，众人拢对伊安尼听伊讲道，这个人挡袂牢，自然讲这个人哦，袂使，互伊继续安尼，爱互死。但是犹太这个头人吼，因无法度用律法来判耶稣死刑，因只有掠伊去到伫迄个时阵犹太省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叫做彼勒多。咱今仔日的这个使徒圣经嘛有读到讲，伫彼勒多人脉受苦，这个彼勒多。耶稣互犹太头人叫来彼勒多的面前审判，彼勒多甲伊问讲：我看你伫世间行真侪好代志嘛，帮咱遐摆开、青眉、精神无好的软弱的人，伊会看到讲耶稣其实是毋是死罪啦。彼勒多想要放耶稣，彼勒多的想法是讲，这都是恁互相冤家啊，伊也无犯死罪啊，伊想要放耶稣。伊甲耶稣互相讨论的时阵耶稣甲伊讲：我为着真理来世间做见证。耶稣甲彼勒多讲我为着真理来世间做见证。这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8章的38节，真趣味哦。这个时阵彼勒多讲一句话，这句话太重要了，但是咱常常拢忽略去。彼勒多问讲问讲真理是啥物？真理是啥物？敢毋是迄当阵苏格拉底问伊学生的问题嘛？彼勒多问这个遮尔重要的问题，讲真理是啥物？真理是啥物？但是彼勒多问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伊无能力去追找这个真理是啥物，伊无能力。因为迄个时阵犹太的头人安怎甲彼勒多讲的？因甲彼勒多讲：你袂使放这个人，你若放这个人派你来这个所在做总督的皇帝，皇帝就是伫罗马皇帝就是这个罗马帝国上重要的这个领导者。皇帝信任你，所以派你来这个所在做总督。你来这做总督的目的，就是来这个所在统治和犹太省平静啦。若是你放耶稣我都无要互你平静安尼啦。所以你若放耶稣犹太省就乱了，你都毋是派你来迄个皇帝的朋友啦，你无顺带皇帝的命令。彼勒多想是有影呢，我袂使无接受皇帝的这个欢喜，所以到落尾，彼勒多虽然用足济办法想要放耶稣，拢放袂开。咱读圣经的时候，有记载讲有一个安尼真趣味的故事啦，讲伫搬过的这个时叫因的总督放一个司犯爱放一个人，放一个人是安怎呢？那司犯大家拢无愿望啦，放袂出来啦。但是至少一年有一摆，到搬过这个时阵，竟然这个死牢中间有一个人互放出来。
有当时啊，这变做犹太人伫受压迫的中间的一个出口。阮岛的人互掠去关死落，但是毋知有可能今年包括这伊阵咧互放出来无？所以，迄个真受压迫的犹太人伫这个中间，阁有一个愿望，看会当放出来无？所以，彼得多阵咧利用这个机会，掠一个上歹的死犯做比较，叫做巴拿巴，对死犯的监牢中间救出来，甲证人讲，包括一个教，我爱放一个人，若是耶稣甲巴拿巴，恁爱我放啥人？哦，这个是真厉害的办法咯。正人拢会想讲，巴拿巴是甲咱做足歹的代志，耶稣问题就是讲吼，即愿望耶稣死，即犹太头人吼，因决心足清楚啦，无论如何，我们要耶稣死啦。所以因安尼话，我们要爱你放巴拿巴，我们要爱你放巴拿巴。彼得都真正放巴拿巴，然后甲耶稣送去鞭拍、苦毒，然后送去钉十字架。你知？彼得要问一个足重要的问题，讲真理是啥物，对不？这是真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伊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中间哦，真理无重要。我会当继续做总督较重要。我要继续做总督，是因为我甲真理放到一边，然后皇帝欢喜我，继续伫遮做总督。咱知人的思考就是安尼。虽然你问足重要的问题，但是吼，对你目睭看会到的有利的所在吼，你煞会怎来，甲你的真重要的这个立场来放弃，去顺探这个世间真济，咱感觉对我真重要代志。所以耶稣伫这个中间吼，则安尼通过一段圣经。要来甲咱想，圣经有记载，约翰福音安尼讲耶稣讲，我就是真理、道路、活命。耶稣讲伊这句话中间有讲几项？那就3项吼。道路、真理、活命，吼，咱拢有背圣经背过啊嘛，3项嘛。但是我捌听到一个牧师安尼讲，我其实敢若1项尔。耶稣敢若讲1项。耶稣讲，我就是通过真理追找活命迄条路，安尼是1项尔哦。通过真理追找活命迄条路，我就是迄条路。耶稣鼓励正人跟对伊来通过真理。追找活命来行这条路啦，行这条路。这条路其实咱即看到过去历史的中间，足侪人跟对耶稣行这条路，重点就是通过真理追找活命。通过真理追找活命这条路无简单行。咱通过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我要甲咱分享3个重点。头一个重点，耶稣讲。恁要捌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所以，什么是真理？彼得都问这句话啊，什么是真理？今仔日咱嘛伫问讲，什么是真理？耶稣互世间人的答案是讲，互人得到自由的是真理，互人得到自由。什么款物件叫做互人得到自由？咱看圣经哦，其实对头到尾拢伫讲，即个互人得到自由。出来及记讲啥？讲摩西带做奴隶无自由的犹太人，对做奴隶所在出来，去追找一个自由的人民，会当自由敬拜上帝的所在。摩西做这番工，即个先知。你说教的中间嘛是你讲哦，咱都爱去追找，通过上帝赏赐咱的愿望，行一条自由的路。耶稣，你到
教世人的时阵嘛，伫甲人讲，你毋通受束缚伫过去传统互恁的教育，恁都爱领受一个比传统互咱理解的，搁较会当发挥的自由的这个路。所以毋是目睭背目睭，毋是喙齿背喙齿，所爱听你的对着，为着迫害你的祈祷。人若扇你正边喙皮，倒边愈过去，哇，这拢是足困难的代志。但是耶稣你讲这个话，你讲着，咱毋好受传统的物件甲咱绑掉咧，反正咱来真得到自由去想真理要互咱的方向。所以伫耶稣的生命内底，咱有看到这个非常大丰富的发挥，上帝生命通过咱要追寻真理，当咱拍拼行这条路的时阵，咱愈行愈大条，愈行愈有远望。所以耶稣对得到自由有伊定心的解说。当咱读这段圣经有讲到，讲有这个犹太人，因我若听耶稣的道理，听了感觉袂歹，耶稣的道理袂歹，但是因甲耶稣讲你讲要得到自由，但是阮本来就是自由啊。但是犹太人讲因是自由的立场是啥呢？因讲的自由就是讲，阮出世做犹太人就是自由人。这是旧约传统旧约传统在讲咱做上帝的囝儿，出世做犹太人，诚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咱就是自由的人。甚至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咱知影什么款的人变做奴隶？战争时输互掠去。迄就变奴隶啊！战争互掠去的犹太人袂少，甚至犹太人这个传统是讲咱若兄弟的中间有一个人变做奴隶咱逐个人爱出钱来甲伊买倒转来赎回咱的所以因的这款的传统伫讲起着犹太人出世都是自由的人。耶稣甲这个人讲，自由毋是你出世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自由。你若出世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搁伫犯罪中间，你嘛是罪奴才。所以耶稣甲这个自由做一个新的定义。你若做什么款的奴才，你就无自由啊啦。你若是做罪的奴才，你就无自由。你若做罗马皇帝的奴才你嘛无自由。比较多就是安尼。有的人是做钱的奴才，嘛是无自由。这个咱知耶稣有一个学生叫做马代，马代本来是做钱的奴才，伫这个共扣税马太，马太。这款情形的中间，耶稣拢帮助因对受束缚的中间，佮挖出来。伫福音书的中间有记载一个人，叫嘛是做抽象的。讲伫耶利哥城有一个抽象的，伊生了真矮细。耶稣去到伫耶利哥城的时阵，甲这个抽象的讲，我要来恁兜。结果真正逐个人讲，迄个人是罪人，耶稣搁去因兜。问题就是，这个人原来做一个抽象的人。伊有一个伊传统固定的想法，伊也感觉讲，我就是要安尼，我就是要变做好野人，恁的钱拢是我的，我做抽象的人，我都甲恁正人的钱拢捡起来，但是耶稣，有这个人悔改、改变，后来伊成做耶稣的学生，所以耶稣改变人的生命是，互人对受束缚的中间得到逃跑，得到自由，得到新的愿望。所以做奴才就是无自由啦。人若无对罪中间脱离，拢是变做失落去自由，找袂到真理的人。那第三点，
第三个重点，耶稣甲众人安尼讲，讲，互人得到自由的，就是真理。其实吼，这是咱爱认真学习的。咱常常里面讲真理是啥物？耶稣互人的答案就是，互人得到自由的，就是真理。互人得到自由的这个真理吼，真正是咱对耶稣的人，一生努力恶梦团练着。咱捌听过一首首歌，无定咱大家拢真熟，叫做奇异恩典。哦，奇异恩典这条歌，真侪人爱唱。奇异恩典好定甘甜，哦，这条歌吼，这条歌的作者叫做John Newton，伊原来是本来是一个海军，真少年就退休啦。退休了，伊去一间公司食头路，迄间公司是航海公司。伊个航海公司伫做啥呢？因个船对这个英国，对英国载货，走去非洲，去非洲卖互非洲的市场，然后对非洲掠乌人。迄个时阵17世纪、16世纪掠足侪乌人，然后船佫开到美国，甲这乌人就咧卖互美国的市场。美国真侪人足大片的这个棉花田，爱人力来工作，对遮买落嚟去迄落遐卖掉，然后甲美国的棉花，佫载去英国。是安怎爱载棉花去英国？因为英国纺织业真丰富，所以甲材料摕去英国，甲即个布写货就咧卖来非洲，甲非洲的人就咧卖对美国去。你知影？甲非洲的乌人卖去美国，这就是奴隶。奴隶伫迄个因的船长，足可怜的啦，足可怜啦，等于是物件，毋是人。死去就等落海底上好是活愈济，我去美国当卖愈济安尼。即个John Newton，伊就是伫即个公司内底做工愈做愈无平安因为伊是信主的人，体验着讲，遐个人嘛是人。我虽然是白人，但是遐个乌人，敢毋是嘛上帝所疼惜的。后来伊悔改变，毋但敢若改变了，伊无阁继续做即个卖即个奴隶的工作，伊开始学习圣经的道理，做牧师，伊所产生即条歌《奇异恩典》。即条歌你讲起着，我古早做遐尼济歹代志，但是上帝恩典了伫我心内。这条歌到今仔日咱嘛足爱唱的嘛。我前失迷，打伫互上帝，我找到倒来。我前青迷，上帝佫互我目睭通看见。迄特别的恩典，伫John Newton的身上。毋但安尼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配合一个英国的众议员，即众议员就是下院啊。英国有2个院嘛，一个是上院，一个下院上院就是贵族啦，下院就是即个较平民的啦。伊配合一个下院的议员，伫迄个中间咧推动，讲袂使阁卖即个囚犯，毋是囚犯，即个奴隶袂使阁做即款工作。真正英国开始通过法律定，讲袂使贩卖奴隶，慢慢则甲即个贩卖奴隶的即个歹代志拄着解决。不过John Newton伊家己亲身体验着讲，上帝恩典伫我的身上，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即条歌到今仔日，咱还伫唱，还伫带互咱做感受。耶稣讲，
互人得到自由的，才是真理。咱最近咱的社会中间发生真济的代志。我讲10年前2014年，咱台湾发生一项代志。立法院中间有一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员，用30秒中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服贸协定。30秒中间，迄个是要安怎呢？互台湾开放，甲中国这个服务贸易，台湾变做中国服务贸易的一部分。服贸协定30秒通过，这个后来开始产生太阳花学运。太阳花学运就是这青年学生因知影讲，这个服贸协定呢通过，真正通过实施的台湾的资本、台湾的这工作都拢无去啊，拢是中国人来这这个趁钱。台湾的足凄惨，所以大家人伫迄个时阵就来走上街头。立法院前面太阳花学运，10年前呢，2014年。但是我要继续讲落去，太阳花学院内底有徛伫头前的2个人啊，一个人叫做柯文哲，柯文哲后来才出来选台北市长，我选掉，我选2摆。佫有一个人叫做黄国昌，迄个是伊嘛伫迄个太阳花学院顶头前教育学生讲，爱反抗，爱反对这个服贸协定啊。但是后来伊做立法委员，开始说把握伊会当愈来愈安怎较好无？最近柯文哲嘛定上电视，为着啥？为着伊做市长的中间金华城，啊，佫有这个鱼菜市场，啊，佫有啥一案拢不犯。到底10年前的柯文哲对，还是最近的柯文哲较对？其实我感觉耶稣互咱一个足方便，还是讲足有路用的一个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方法就是看这个人所做的，是毋是互人得到自由啦？因为真理互人得到自由嘛。看这个人所做的，是毋是互人得到自由？柯文哲后来咧做的代志，敢有推动互人得到自由的物件？黄国昌所做的，敢有互人得到自由？你看详细分析起来，因即摆咧做的，就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为着家己的利益，无为着别人。所以伊家己好，伊家己当即个得地啊，愈来愈侪钱上好。实在讲，耶稣留互咱的道理叫做真理，永远不变。但是什么所在你永远不变？互人得到自由的才是真理，互人得到自由的才是真理。伫咱的生命中间无定，咱嘛有足侪物件安尼咱足看重的，啊，至到咱变做迄个物件的奴隶，咱迄个项代志就无自由啊，就无自由啊。耶稣讲，恁要得到真理，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甲即句话记起来，真理互咱得到自由。那么通过安尼来去思考，伫咱生命中间所看到遮侪无共款的意见的中间，什么款的意见则值得咱甲因讲赞？互人得到自由的，咱就讲赞；互人得到捆绑的，咱要甲讲毋好。愿上帝扶持造就咱，帮助咱开咱的目睭，看见互人得到自由的真理。咱嘛是跟对耶稣来去行这条路的人。咱来吟会用的诗，新圣诗572首，心目恩主坚固。
心梦中坚固，就是相做耶稣，叫做上帝，叫你听我祈祷，为我世间高牧。为光相陪，我心心人家，是我我永家，在我心间。咱这是要来奉献，感谢张牧师的这个真理的教导，互咱更较知捌真理。接着咱今仔日的奉献，会当互教会加添济美娘。咱要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
当献乎你，只有我的心，我只记得你的恩救，是你为感我献出我所有，我的一生在你的里，来完成你旨意。咱做伙来念奉献宣告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你拢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献着，并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于你的面前，叫做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微心，温备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我正丰收的经济。我亲信，奉献是实体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念上营神圣诗402首。困叫做恁带我到步，若无我望甲家己来行，困叫你甲我带我保护，若是我言听欠你是正，怎无答应遵守你改变，保我伫黑暗中做工地。对做人错生命的路，这是我人生必切恩望。将咱做伙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咱众人得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交陪相通，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